佛教嘅創始者釋迦牟尼佛，距離而家2500多年前，透過修行嘅體會，發現萬物由緣而起嘅真理，解開生命嘅無知，達到覺悟。佢仲教誨世人增長智慧同慈悲嘅方法，讓我哋憑住自己嘅努力去超越生老病死等嘅束縛，而獲得安樂自在嘅涅槃。從了解佛陀一生嘅行事中，喚起世人放下執着，讓生命帶嚟新嘅啟示同希望。依佛典上嘅記載，釋迦牟尼佛經歷咗多世嘅菩薩修行，由於諸天門嘅請求，於是降生人間，為受住種種輪迴痛苦嘅眾生顯示一條離苦得樂嘅路。據說佛陀嘅母親摩耶夫人有一晚夢見菩薩化成6牙白象進入佢嘅身體，後來佢就懷孕。當夫人喺返娘家分娩嘅途中，喺南比梨園無憂樹下就誕生咗太子。根據佛典記載，太子喺出生之後喺地上行咗7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咁話：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仁愛嘅太子日漸長大，有一次喺遊覽四門途中，睇到老病死嘅痛苦，令太子心裏邊不斷生起深深嘅疑問：難道人類嘅必然命運歸宿就係咁樣？太子29歲嗰年，有一晚半夜醒咗，佢見到宮女熟睡嘅醜態，令佢驚醒世間嘅無常，所以決定放下榮華富貴同妻兒，出家修行。太子離開皇宮，走到河邊，割去鬚髮，成為沙門悉達多。為咗解脫自己同人類嘅痛苦，而尋找離苦得樂嘅真理。悉達多拜訪咗出名嘅修道者，跟佢哋學習，最後仍然未能解開老病死嘅痛苦。佢獨自走到幽靜嘅地方，以嚴峻嘅苦行修煉。可惜6年嘅苦行未能使佢開悟，佢斷定苦行係無效嘅。佢仲明白到修行就好似條琴弦，要不鬆不緊嘅道理。於是佢進食牧女供養佢嘅乳味。悉達多心裏邊立下一個誓願：若不了脫生死，悟得宇宙人生真理，誓不起座。經過7個晝夜，終於喺夏曆12月初8日凌晨，夜睹明星，最後以智慧斷除貪欲同無知，離開煩惱嘅束縛，喺菩提樹下成佛，並且話：奇哉奇哉，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。佛陀本住平等嘅精神，教化眾生，令眾生們獲得利益安樂。佛陀更為佢哋開示：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正其意嘅根本實踐原則。佛陀向眾生講解因果、慈悲、智慧嘅教法，達到40多年，好多弟子亦證得阿羅漢。佛陀嘅教誨就係咁樣由弟子傳弟子，一代一代延續落嚟，由印度到亞洲，到世界各地，乃至香港。